拢總兄弟姊妹們，我相信一家上下xã會咧喺度，一家嘅前途，一家嘅面前，一家上下袂愁，袂擔心，袂驚知道。但係我嘅聖經講一家啲，在呢個書面記31第8節，因為到上帝單殺行在呢個面前，嗱，攏總兄弟姊妹係講你需要前面前途是度冇辦法，又驚又擔心。求上帝，因為到上帝行在你面前，但係呢，因為個幾單殺隔你通睇呢個翻譯講，幾單殺第二個，幾單殺祝福你，第二個隔你通睇，因為到一隻係幾唔係冇隨你，幾唔係병hết你，嗱，因為到佢講上帝冇병一家，幾完全要照顧一家，要看顧一家，所以佢接嚟講，你個心唔好驚。甲唔好要灰心，唔好要擔心，因為到上帝嘅一通財，一天一間能夠得到勝利嘅路，係上帝嘅通財，一家意思係講，一家要盼望在面前，要心中嘅路線，飄天嘅路線在面前，因為咧朝天朝地嘅上帝嘅一通財，所以一家唔是驚行呢個社會一個日子，世界嘅經濟。可以交通你聽上帝嘅路線，上帝帶你，佢唔係冇財一家，佢唔係병hết一家，所以引問上帝一家一天得到強嘅力量、強嘅精神，上帝祝福一家，阿門。